台湾一定是超高龄的社会，研究嘛发现讲，人若困无好，大脑就会合歹排毒，会造成愈来愈无记忆，增加失智的风险。真侪老大人伫咧暗时时阵拢困袂去，不过长时间困眠无好，毋若是一个小困扰，也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伤害。长经健康脑化研究团队研究发现，困眠品质歹，会互大脑的排毒系统出问题。大脑功能的可塑性加修复能力较歹，记忆也会变歹。那包括深睡期是清运功能效率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如果说睡眠品质不好，或者是深睡期不够的话，就会造成运输功能不好，那些毒素排不出去，就会变成累积在大脑里面。研究证实，失眠会增加得到神经认知障碍、失智症、忧郁症，甚至自杀甲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医生讲，脑淋巴系统就敢若是中枢神经的清洁人员，负责定期巡逻，清除脑内面的代谢废弃物。这道系统上活跃的时阵，就是深度困眠的时阵。所以，若要维护大脑的功能，唔是困过就好，就要困有路眠。深睡期是什么？深睡期就是我们一般到第3期的这个所谓的慢波睡眠。所以如果慢波睡眠的比例能够增加，相对会好的。但是长者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长者常常他睡眠睡得很浅，睡得很短，甚至半夜会醒来。那有时候他们会非常的焦虑和担心。差不多40到70%时大人有慢性困眠困扰。医生提醒讲，若要提升脑淋巴的功能，改善困眠的品质，伫咧困之前要尽量莫用3C 产品，下昼3点过了也尽量莫啉咖啡、上高的茶一寡刺激性的饮料。另外，除了调整生活习惯，也要食了有营养，普通时的活动量也要有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